虔诚的听众，牛杂。现在又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继续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，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六页。正文第六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，就是解说甲慧能曰美术久矣，犹缺殊在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刷落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左以中极对三下二去，慧能即会左意，三顾入室，左以袈裟惹为不能人见，为说金刚经，知应无所住，疑生其心，慧能言下大悟。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咱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解说这道理。在前面所讲的，就是讲有一日，五祖就偷偷到甲骹对房，看到慧能伊的腰呢，绑一粒石头。伫迄个所在，伫咧静美啦。迄当时阵，五祖就对慧能讲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好。就是讲要求佛道的人，为着求法，袂记你即个身躯，应该都是要参像安尼。意思就是讲，要求佛法啦。应该爱受尽一切辛苦，在受尽一切辛苦中啊，就毋通爱惜这个身躯。安尼甲伊鼓励了呢，就搁再问伊啦，讲慧能啊，你的米是真白啊袂啊？迄当时阵。慧能大师就甲伊讲米白已经是真白真久咯，但是呢欠胎而已啊。意思就是讲，我已经老早呢就得到明心见性，但必须爱你祖师来甲我印证，我是毋是确确实实有得到明心见性。这是咱在前面所讲的，即嘛所要解说，就是讲左以中极推三下而去，就是讲五祖啊，伊也无甲伊讲安怎，就用过伊的禅宗，也可以讲就是伊手啊所举迄支拐啊。就对伊迄个骹对来甲伊讲啥个，安尼就做去啦。伊也无要甲伊讲安怎样，只是甲伊讲啥个就去。但是呢，慧能即会左意，就是讲慧能大师呢，伊就会当好来体会祖师的心意。就是讲，伊甲伊讲啥个是为虾米啊？慧能大师已经知啦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永暗三更时阵，你爱来我遮，我要传法互你。所以呢，伊三顾就入室，三顾就是讲三更。讲在三更迄个时阵啊，伊就入去房中息了。入去房中息呢，
祖以袈裟者为不能人见，祖就是咧指五祖。五祖呢，就用过迄个袈裟甲伊惹起来，甲伊围起来，就是讲迄个门的所在啊，将袈裟甲伊围起来，就无要互人看到，无要互人看讲飞灵伫迄个所在。五祖呢，就为说金刚经，就是对于飞灵来解说金刚经。因为奉为五祖弘忍大师，伊所弘扬的是金刚经，在前面已经讲过去啊，就是讲飞灵抑阁伫咧错茶伫卖时阵，有拄着该买茶的人客，也看到人伫伫咧上金刚经。就问讲你是咧上啥物？伊讲我咧上金刚经，而且甲伊讲即个金刚经啊，我是对500枚当禅师五祖迄个所在所得来。五祖咧就是弘扬金刚经，因为五祖所弘扬的是金刚经啦，所以就对飞灵咧来解说金刚经。一直甲解说甲应无所住其生其心，迄个所在飞灵呢就言下大悟。咱即马先来解说应无所住其生其心。这个应就是应该意思，无所住就是讲无所住着，其生其心。讲，但是呢，必须爱来生迄个心，生迄个心就是爱发心的意思。一方面心袂使咧执着，一方面呢，确实爱搁再来发迄个心，这实是真无简单啦。你若是讲单单无所住，也不生心，安尼较容易。或者是讲有生心而有所住，这当然也是容易。确实爱无所住，搁再会当互来生心。这个无所住就是讲做无所执着。生心是生什么心呢？就是爱生起慈悲心，爱发菩提心。对于应无所住其生其心，我即马呢来摕一个例起来说明。作为一个菩萨，当伊伫咧度众生迄个时阵，袂使你有一个度众生的相，也就是讲，对于所度的众生呢，你袂使甲伊执着，袂使执着讲有一个众生伫咧受苦，有一个众生好互你度。在金刚经内底我来讲，就是讲虽然是灭度了一切众生，但是呢是无众生可别度者，那就是无所住咯，就是无所住着。但虽然是无所住着，却是爱发心来去度众生。佮讲一个较具体的，就是讲当你行布施的时阵，你袂使咧执着有一个布施的相，那就是无所住。毋通讲有一个善车人，也我发心将金钱来布施互伊，因为我布施互伊所以伊就毋免搁再善车啦。伊今仔日毋免搁再善车，这拢是我救伊的。哇！我对伊功劳诚大，无这个心。无这个心就是无所住啦。但是你无这个心，虽然是讲无这款的布施执着心，确实爱发心来去布施，爱生起慈悲心来去布施。在生起慈悲心的布施中呢，你心无执着，
这就是无所住其性其心。五祖呢，对慧能大师来讲经，讲到这个应无所住其性其心。迄当时阵，慧能大师就言下大悟。言下大悟就是讲，就在伊所讲即句话的迄个所在，就大开大悟了。讲安怎样悟法呢？讲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在迄个所在呢，伊已经悟了一切万法。这个万法，这个万，咱毋通该当作讲是一个固定的数目。这个万就是众多的意思。所以一切万法应该就是讲世间所有一切诸法，咱目睭看会到，耳孔听会到，凡是眼耳鼻舌身五根所接触会到的一切的这物质境界，这是一种的千差万别啦。所以名叫做讲做万法，讲一切万法呢，拢无离开了自性。就是讲一切万法的体呢，就是自性的本体。这个道理呢，已经得到了悟。那伊这个了悟，当然就是对应无所住其性其心这个所在来。因为你对一切万法无所执着，才会当好无所住。是安怎会当无所执着呢？因为一切万法都是自性，一切万法只是差别之法啦。差别之法不离自性，就是讲差别之法的体呢，就是一种的无差别的体。既然对着迄个无差别的体，这个无差别的体呢，这是无形上不可见的物件。你要如何来去执着呢？当然啦，就无啥物物件互你执着。但虽然是无物件互你执着，这个自性呢，确实有这个物件。这款的自性，这是超越你世间的物质的存在。就是讲有迄个物件，确实是有迄个物件，毋是无。这个自性有诶自性的功能，自性的功能是什么功能啊？就是有这个显法的功能，有迄个慈悲的妙用。有咧度化众生的妙用，所以呢，当然呢，就是在迄个无所执着中，会当发挥伊的功能，也咧来去发心，行菩萨道来去度众生。慧能伊即马听甲应无所住其性其心呢，已经了悟了，了悟了世间的万法呢，是无离开自性。为什么世间万法无离开自性？因为一切诸法就是自性随缘显现。既然是用相宗用这个性宗讲起来，那就是讲真如随缘显现一切世间诸法。真如就是遮所讲的自性。真如伊的体呢是不生不灭，真如的相是不可见。但是真如有真如的作用，这个作用是啥物？就是讲随着清净缘，就显现了清净法；随着染污缘，就显现了染污法。一切万法，这就是真如随着迄个染污缘所显现。虽然是讲随着染污缘所显现呢，伊的体呢，确实原来是共款清净不变的物件。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咱可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，就是讲在金仔店的遐金器是无离开着金仔本身。金仔这个物件，原来是随外面的缘会变出了种种不同的金器出来。金鱼钩啦、金手指啦、金盘链啦，当时呢，我那是随着迄个师傅的手变出来物件呢，
画是足好看，画是足歹看。甲恁讲，一个师傅伊诶手工真好，所以拍出来迄个金莲啊，一定是非常诶水。拍起啊，真正好。金鱼狗、金手指也共款，拍起来呢，看到家己啊，就真正庄严。甲恁讲是一个袂晓拍诶拍金仔师傅，初初伫咧学诶人，拍甲歪过起错，足歹看。自性随着清净言变现清净法，随着占有言变成占有法诶意思，甲这共款。但是你无论安怎样甲拍，安怎样变，伊诶本质就是金。所以迄个金呢，根本啊就无离开迄个金气，无离开金鱼狗、金手指、金破链。所以这个金鱼狗、金手指、金破链呢，是无离开迄个金啊。那就是假所讲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随客作愿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何其自性能成万法。因为六祖已经是言下大悟，所以讲到迄个应无所从其生其心遐呢，伊就对五祖讲：当你毋免搁再讲落去啊，我已经有了悟啦。就客作愿，就是讲客宾祖师就安尼讲，这个客就是客宾啊，在下诶人对在上报告讲的就是这个客。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这个何其啊，在这个所在当作讲哪里会知意思？就是讲过去呢根本都唔知，过去呢根本都唔知影讲这个自性啊，本来自己就是清净物件。那过去唔知是为什么唔知？因为过去无悟啊。现在是因为祖师甲讲甲应无所住其生其心，已经言下大悟，已经了悟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已经呢自性的本体去互了悟着，所以呢就对五祖弘忍大师安尼讲，哪里会知自性啊？本来自己就是清净的物件。这个何其，这个其呢，甲迄个无月字边的其是相通。在大字典内底啊，有迄个无月字边的其，无这个期望这个其，但是意思是共款。这呢，就是一种的疑问之词，反问之词。就是讲哪里会知意思？这个期呢，毋通甲伊当作讲是期望的期，毋通甲伊当作讲是希望这个期的解释。当然，这个期也有这个希望的意思啦，但是伫遮呢，毋是属于希望的意思。应该何其两个合起来解释，就是讲哪里会知？这呢就等于啊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迄个时阵，讲其在，其在，其在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甲迄个意思差不多共款。就是讲咱世尊啊，在还未开悟以前，也毋知影讲大地众生拢有佛的智慧、佛的功德、佛的相好。开悟了才知啦，所以呢，才三叹记载。认为讲这是一个真正奇怪的代志。伊就真正惊吓，真正奇怪。哎呀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对这个道理啊，过去并毋知，现在是开悟才知啦。伫遮呢，慧能大师也共款，伊过去呢，
并毋知影讲自性本自清净。这个自性就是来自自心体性。自心体性就是讲咱的心，咱的本性。咱的心，咱的本性啊，本来呢就是清净的，本来呢就是无沾污。也就是慧能大师伊自己所讲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。那事实上，慧能大师伊也要做这个菩提本无树明经，亦回答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在迄个所在啊，伊已经有了悟到自性本自清净。不过，伊了悟是了悟，必须还阁再有五祖来甲印证。所以五祖问讲：“你米到底是熟啊未啊？”伊甲讲已经熟啊，就是讲已经白啦，真白。但是欠丝，就是讲欠一个台啊，甲太太咧。所以呢，五祖啊，才甲讲《金刚经》，那就是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呢来甲印证印证伊的了悟。那意思就是讲，假如你所了悟的，那是甲我所讲的《金刚经》同款，那呢你的了悟绝对就无错误。甲恁讲了悟的，若是甲《金刚经》不同，那当然变成有错误咯。下边讲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也就是讲过去啊，根本呢都毋知影讲自性本来就是不生灭。我讲哪里会知自性啊？本来是不生灭，安尼叫做何其自性本不生灭。自性就是咱众生心，也可以讲就是佛所证的菩提涅盘，也就是发心真理，也名佫做讲如来藏，也名佫做讲一真法界，伊的名词真济。那是在咱禅宗讲起来，就是正法眼藏，就是涅槃妙心。这个自性啊，本来就是不生灭，毋是讲现主时才不生灭，乃是从本以来就是不生灭的物件。不生灭就是讲，这个自性啊，是本来就是有的，毋是讲啥物时阵生出来。凡是有啥物时阵生出来，有生就是有灭，无生才是无灭。比如讲咱人，你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啥物时阵生的，都是有生咯。人既然是有生的日子，当然也就有灭的日子啦。因为人无可能永远讲踮在这个世间就是这种生灭法。但是自性这是一种真理啊，真理乃是一种的过去无死，未来无将物件。所以自性本来就是不生灭。一边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讲哪里会知这个自性呢？本来啊，自己就具足物件。意思就是讲自己的心性、自心的体性呢，乃是本来自己就具足。就是讲咱一切众生，从本以来呢，就具足有这个自性。就是讲这个佛性啊，这乃是咱本来就是有的物件。这个佛性，并不是讲咱有学佛的人才有，无学佛的人都无。佛性更加毋是讲由什么人来予咱的，乃是本来就具足物件。因为是佛性本来就是具足物件，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，就是将这个烦恼妄想给拨开，也使佛性显现而已。烦恼拨开啦，佛性显现啦，安尼就是叫做讲做成佛。所以咱名叫做讲得道，实在是无所得。在楞严经讲啦，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
为什么是无所得呢？本来有诶物件，假如讲咱本来有，本来咱无，啊，咱得到啦，这毋才有所得咯。那是本来有诶物件，只是过去互即个烦恼给砍掉咧。现主是呢，将迄个烦恼给拨开，使自性显现。只是会使咧甲伊讲是自性诶启发，自性诶显现，并毋是讲自性去互咱得到。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基础，自性基础，咱只要会当互来把烦恼拨开，自性就会显现。自性显现迄个所在，就是会当互来成就佛道。注意看先听讲。就请咱各位暂断1分钟，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